原因继续追踪，但是要食肉，家己要想办法。这猪只禁令扭断到11月6号，袂当谈，袂当运。全台湾猪肉但被迫休息，消费者该买鸡肉啦、牛肉啦，这销量颠倒好。真侪民众嘛，买袂到新鲜的猪肉，干脆去买腊肉、肉干才加工的制品。业者嘛讲，这销量尚无增加2成以上。 烘炉的猪肉直直表面，煎甲赤赤芳芳，有够好食款。不过猪仔即马禁台时间延长，中央这搁要到啊，业者是无用甲一粒头2粒大。这几天腊肉了，肉干生意都不错，尤其是腊肉，因为中央节要拜拜嘛，最少1、2成，因为没有新鲜的，那就加工了要暂时先用一下啦。 中央这是制作的重要节日，三省的猪肉需求量增加，不过即马有钱嘛买无，民众改换做买腊肉、肉干加工食品，不过随时拢有断货的危机。因为我们制作起来就是可以先冷冻几天，哈，下个1个礼拜还是10天，暂时还有一些存货可以用，但是如果继续再进的话，可能就货要断了，可能就剩下1、2天而已。做肉业者喙齿紧加咧，5万冻到中央节，实际来到市场，虽望8日肉市本地就休困，不过附近的档就表示，为顶礼拜开始，2点就暂停做生意啊。都没营业了，这个是之前订起来的。鸡肉、牛肉生意变好哦，排队嘞。 那个鸡肉里面那一摊都排队，现在都换吃鸡肉。伫这疫情酷酷滚价，消费者改换买鸡仔、牛、羊来代替。不过猪仔禁令影响规个供应链，卖水饺的业者嘛预估货有可能提供到后礼拜尔。禁令一直延前，嘛互业者头壳没得烧。 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